咱同齐上火车来去阿里山。这条即马正受到欢迎的铁路，伫咧日本时代，会当讲是日本人的财路。大批珍贵的ヒノキ，就是透过这条铁路，为山顶载落来山骹，也就是嘉义北门野。北门野算作是咱嘉义市木材的集散地，周边的拢有其他的制裁所啊、木材行啊，所以伫1935年迄时阵哦，嘉义市差不多6、7万人，其中有1/10以木材为生。这寡木材伫咧嘉义加工，再搁送去日本做船起新车。嘛，因为当时嘉义做的木材品质好，生理嘛真好，所以嘛有人讲嘉义是木都。伫嘉义制裁所上兴旺的时阵，种三麦的面积有到即卖80倍遐尔大。因为嘉义当时要摕到木材是真方便。所以，迄当阵差不多拢是用柴起的厝，甚至有真侪拢抑阁留个即马，这是别个县市较罕得看到的。就亲像即马抑阁热热滚滚的嘉义东市场，抑阁会当看到为日本时代用ヒノキ做的厝顶，到今拢也袂歹。嘉义市甲目前为止，都有6000几栋木造的老厝。不过，到1980年代，政府开始禁止搁采阿里山的木材，嘉义的木业就安尼渐渐衰微。今仔日，咱就带大家搁再转去嘉义，抑阁是木都的时代。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看，我是主持人嘉豪。咱常常听人讲，挖山食山，挖海是食海，啊那挖阿里山的嘉义，究竟是靠阿里山的什么呢？唔是去到阿里山要食这本地的便当哦。事实上，去到阿里山，咱会通看到阿里山有真侪丰富的这个生态资源，而且是一个山林地。而且讲到这山林地内面有真侪珍贵的这个木材，究竟嘉义这块土地是安怎甲这个阿里山利用甲正斗大？今日邀请到2位内行人来到咱现场要讲开讲。头一位要邀请的就是咱嘉义在地文史工作者，对咱阿里山真了解。欢迎咱的郭英良郭老师，老师你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要邀请哦，会当讲是自细汉到大汉吼，这个木材是蒙透透，而且因的家族啊对这个木材制裁业做超过50年。咱欢迎来黄正平黄头家，头家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公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台湾是宝岛，当然啊，自然环境、风景好以外呢，这个生态又搁真丰富哦，所以台湾有真侪迄个天然的这个资源。因为迄阵啊，日本人吼来到台湾，上阵咱台湾吼，其实咱台湾真侪迄个山珍贵这个木材。因为迄个时阵，日本人来到台湾做迄个林场嘛，伫咱台湾有打几个所在啊？日本人当1895年来统治咱台湾的时阵，因就真积极。哦，咧找咱台湾的资源，啊，其中当然咱台湾真侪山，啊内底嘛真侪迄个较珍贵的遮迄个木材，哦，所以伫差不多1896年迄阵，因就开始发现，哇，原来阿里山遮有一寡迄个木材吼，交因迄个日本是迄个共款的迄种hiноki呢，啊，所以来到阿里山了后，就慢慢想讲，要安怎搭阿里山遮迄个。珍贵的木材会当运落去，因为较早讲坦白的啦，咱真侪台湾人伊也无法度爬较悬、去较悬的山，所以台湾遮的茶，咱一般的人较无了解，所以因来开始慢慢调查发现讲，要搭阿里山遮的茶运落来，哦，咱就因就成立一个林场，哦，甚至委托这个藤田组。哦，这民间的一个迄个公司吼来开发，啊，所以买手咱开发阿里山了后，甚至到迄个宜兰遐的太平山，哦，啊，到有迄种台中吼，即摆台中遮的八仙山，哦，这几个林场，这3个林场，哦，会当讲是迄个日本人哦公家官营
的一个林场，吼，就这3个林场，其中就以阿里山开发上早。日本人认为讲，迄个所在会当假做讲哦，上早甲伊开发，伊的特色比别人的优点好是好伫倒位啊？一句话来讲，无尽藏的松拿，哦，所以这迄个松拿，这ฮิ诺去，对因来讲，哇，是迄个足价值啊，而且感觉足大片的安尼。啊，所以就是讲，当初差不多有规划啦，吼，1904年迄阵，陆陆续续规划差不多8条路线。8条哦，有的是用水路，哦啊，有的用铁机路，哦啊，有的用索道，哦啊，所以迄阵到尾啊，决定吼，就用独立山吼，咱独立山这个铁机路这条线，哦，对8条内底选这条，因为这条算作是较可行性。1908年，规个迄种纵贯线铁机路通啊，啊通啊了后，咱变成遮嘛是嘉南平原吼足重要的一个迄种糖啦、米啦，吼足重要的一个迄种集散地，哦，所以嘉义遮有迄个本钱变成木都，吼，因为遮交通方便，啊阿里山运落来，火车运落来嘛是真方便，哦，慢慢啊就变成讲哇嘉义市就一个迄种木材吼集散地吼一个所在。既然老师讲到迄个用铁机路啦，一定讲到这个铁机路，既然有一个已经会讲到一个车头对无？是毋是咱听老师甲咱分享这个古相片？哦，这是咱嘉义真有名的古迹。哦，伫阿里山铁机路的边啊，哦，嘛是咱讲，足侪人讲咱要去阿里山吼，阿里山铁机路这个迄个起点就是伫北门野，所以你也看到讲较早吼，这差不多是1910至20年代，拢有真侪一寡番啊，搭山顶的一寡物件，山产、特产，哦啊，对铁机路就运来北门野，哦啊，北门野来遮会当卖，啊嘛会当踮咱嘉义市的东市场卖，卖了伊都对哦咱嘉义市哦，遮有一寡日常的用品。伊就会当吼买了有钱啊，有钱款遮用品会当坐铁机路哦，在山顶安尼哦，所以北门野较早算作是木材运落来嘛是伫遮，啊山产运落来嘛是对遮落来，哦啊要去山顶吼，咱讲起来，山顶的人嘛是对遮第一站，啊当然买手都有嘉义站吼，迄是算作对要去。对外地来的，会当坐到嘉义站，嘉义站再接甲，互咱即个铁机路，吼买手是安尼。啊，毋过上早就是咱即个北门野，吼，咱即摆看到即个迄种相片、古相片，最主要是伫阿里山林场。林场内底其实讲起来，咱不止即个火车路，哦，你林场较看到、较大条，要安怎搭车迄个木材撤落来了后。来运来咱即个阿里山铁机路的本线，哦，这足重要的啊！所以咱即摆看到即支哦，咱山顶咱讲集材柱啦，集材条，哦，但这个木材撤落来了，透过即支哦，即支迄个有的是用山顶的柴，哦，山顶的迄个树啊无大撤掉哦，哦，伊是活的树啊，哦，啊伊就踮遐伊有够迄种。较用啦吼，啊，得当做咱的集材柱来使用。啊，集材柱的边啊，一定有一台叫做集材机。哦，啊，集材机就是有伊个动力吼，但透过这个线缆线吼，大家迄个透过这个集材柱，伊做一个中心支撑点。哦，啊，把柴吊起来。哦，啊，铁机路呢，毋是咱本线铁机路。阿里山有20几条的铁机路吼，算作是迄个支线呐。哦，啊，对林场吼深入各个林场，咱就讲啊，以会更来讲吼，咱动脉主动脉了，边仔都有微血管，啊，这就是迄个伫林场内底微血管。目的就是要把这个茶全部拢会当捡落来了，入去到搁较深山来测茶了，对啊。对。啊，就是讲吼，其实包含我家己本身啊，若是讲吼，无对这个木材，比如讲我若是无入去了解这拜这个物件吼，其实对迄个茶，我就敢若讲，伊就是茶尔，根本就无啥了解讲哦，这个茶叶好啊歹。啊，就是讲，亲像咱阿里山有真侪真好的茶，是咪咱请咱头家甲咱一直介绍，就是讲，咱台湾遮
一级吼优秀这个茶寮吼有打几种？尖叶树的一级木内面啊吼，外敷大家拢总真知影的讲，啊落檜榔气吼黄块啊，美丽气红块，啊过来就像讲小楠木吼。即个木材的时阵啦吼，大家大概啊拢耳熟能详啦吼，嘛对啊拢知影。你讲茶的好歹，其实在阮制裁商的业者来讲的时阵啦吼，阮是感觉讲适材适用上好。吼，你讲甲檜榔气摕来做地板用，咱就感觉讲无彩。毋过咱台湾嘛还佫有真侪真好的看药树。像台湾乌心椒啊、台湾鸡油啊，吼，即类的你若甲摕来地板用，就足适合的，因为一定度有够。吼，美丽气甲摕来做汤啊、做焖啊，吼，伊较软丝，檜榔气较硬丝，吼所以甲摕来做汤啊，伊就真合伊的用途。所以我是感觉讲，每一个茶伊拢有伊适合的固定用途。所以咱来甲适材适用，我感觉讲就无浪费伊的资源。像讲今仔咱有聊这个板下来，互咱看到吧？会当请头家甲咱一介绍，通常伫阿里山的山顶是啥物？檜榔气是？檜榔气就是迄个台湾黄块。黄块，嘿对，黄块。人讲嘛有人讲迄个变薄，系变白。过来就是小楠木，嘛是算讲是足出名的树种，伊拢有无共款的香味。有无共款的用途？即个就是台湾的美丽气，嘿，对，日本话讲美丽气，伊就是红块，是。你甲片伊有无共款的香味，含檜榔气的香味是无共款。这就是原来咱的树种辨别的一款的方式啦。真正无共呢。是。所以其实咱定定拢甲红块叫做檜榔气对，其实事实上伊是叫唔对。伊是分开的唔对。毋过就是因为即马林场林班就拢无错茶嘛吼，无错茶的时阵就变做讲，即个檜榔气甲美丽气伊的介绍就是水传高迄个咱一般的民众要使用的时阵，会感觉讲买到足烧咯。足贵的，阿里山的茶是安怎讲？檜榔气会是上好，因为伫阿里山区这区吼，伊拄啊好伫迄个阿里山迄个大门出入口，迄带位啊拢真够落雨，过来就是伊真落雨，伊的茶起来拢真大支，真水，过来伊嘛真软丝。你若像讲罗东这边的檜榔气，伊是较硬丝，因为迄边遐有东北季风、迎风面的问题。咱阿里山这区啊，风台也拍袂着，迄个伊的生长就算讲真落雨，所以伊的茶就变做讲真大丛、真悬。所以当初是日本人入去勘察看到的时阵吼，伊才会决定讲开一条铁轨路，要入去摕茶出来。安头家除了就是讲，比如讲迄个个一个小蓝茶，甲这两种以外，佫有啥物款的茶？台湾食看的是嘛，佫有一寡看药树，吼，看药树咱就一般就是像讲以台湾种来讲，就是像讲佫有迄个乌心椒啊，吼，桃的心木啊，吼，嘛迄个鸡油，对。鸡油就红鸡油甲黄鸡油，大部分大家较认识的拢是红鸡油，拢是讲以这个为主啦。鸡油茶即马嘛算少，嘛算真贵，对，是。对，其实这讲到这咱台湾茶，拄则头拄则老师讲到日本人来到台湾，来到阿里山这个所在，为着要处咱台湾在地这个木材有真侪建设，其中包含就是咱定定去佚佗要坐迄个阿里山的火车。究竟这火车的设计其实其中有真侪美感哦，咱先休困一下，较等下继续来讲。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讲，除了迄个，就是讲，像老师对我讲，就是讲，咱的迄个火管吼，就是细条火管，要甲扣到大条火管，就亲像这火车共款吼，伊就是铁轨路起的所在，就是希望讲有这个所在有迄好的茶，我想要甲伊撮落来。当初因是安怎去开这个铁轨路，迄个线路是安怎开出来的？其实讲，这个阿里山的铁轨路，上早的时阵，
是对差不多1906年时阵，开始来找这个总督府啦，找这个藤田组，来开发这个阿里山。这个铁基路当然唔是较好铺啦，当初咧铺的时阵不止开足侪钱，伊的预算一直无够都堆加了，到尾变成藤田组伊嘛。讲我无闲啦，我无叫恁算啦。1912年12月25，咱讲即摆是拢讲圣诞节啦。迄天通车，专线通车就是讲对嘉义市甲山顶的28000，差不多长度有66.6公里。啊，过1、2冬，通到即摆会走平。所以上早伊即个铁基路的铺设，最主要伊的特别所在，就像讲咱甲独立山的时阵，伊是一个螺旋状，所以到咱会坐伫火车内的时阵，会看见入去崩坑都出来，几啊界崩坑都出来，安尼踅几啊年，伫独立山，迄个所在。另外咱都看有一个大的回转，180度的回转，所以表示讲阿里山。伊毋是讲直顶安尼细起来，伊毋是都有一个大的一个回转。另外都有一个上特别的咱嘉义的人，也是讲台湾人拢有听过的阿里山火车蹦壁。蹦壁意思就是讲，伊是迄个之字形，一个讲法。像咱即摆看到即个火车头，较早伫迄个差不多1011、1012迄时阵，日本政府搭美国。进口这个火车头，迄阵都是迄个蒸汽的火车头，食土炭、煤炭的火车头，像这伊是迄个气缸是直立式的，直立式的较有力，迄是都来改装，无咱一般咧走的气缸是迄个横，伊是迄个较白，毋是讲上下安尼用的所以咱阿里山铁基路无法多的无法侪空间，所以当初咧铺就是铺5分，伊的迄种轨距的跨度差不多是76.2公分。咱像这火车啊，就是讲要甲遐个，就是讲比如讲什么明年去、甲伊载落来的时阵啊，迄个火车敢有去量过讲伊会当载的迄个差偌长啊？因为毕竟对啊，老师讲，迄火车伊会崩壁嘛，佫会长。完，安尼是伤过长的时阵，就像咱伫遐赛车的时阵伤长，遐歹弯，安尼要安那上长到偌长啊？一个假车差不多8公尺长，甲9公尺长。这个长度，所以咱若要测查对山顶要运落来，差不多是这个长度以内，较袂像你拄仔讲的，这伤过弯的时阵，我毋是卡掉的，毋过大家有去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讲，咱即摆伫迄个日本真侪新社，新社头前拢有一个迄个土地鸟居，鸟居伊的迄种迄木材足长的足悬的。上出名的就是讲，明治神宫啊，明治神宫嘛是对咱阿里山，咱拄仔讲的即个迄种行路器，运过。毋过咧，伊无可能讲当啊9公尺长，伊差不多120公尺长啊，惨嘛，这边安怎运落来？所以当初就发明一个伫迄个假车顶悬放一个迄种摇枕。这个摇枕就是讲，摇来摇去的摇啦，枕头的枕嘛，摇枕嘛，这跨度伊算做有2个假车，迄个拢有放这个摇枕，下骹有细链啊，差不多会当弯30度左右，所以伊会当跨2个车厢。看2个，看2个伊的弯的时阵伊这个摇枕，摇枕呢，伊就对咧洗。咱若讲国语来讲转向支架啦，转向支架。所以这行路器你也切对半，无价值。所以你停长要安怎运落来，就是爱靠这个智慧来用落来安尼啦。甚至来讲当初咧讲的故事，就讲要运落来，因为伤过长，会去卡着这个山壁，都在搭山壁。
哦，来迄个用哈内底一个，哦，倒喺来挖落，较袂去互卡着安尼。是。安尼老师要请教吼，来听讲这张图真宝贵啊！这个所在，甲咱这个茶运落来，伊有啥物款的看？拄啊讲到火车，火车最主要是要搭山顶的茶运来一个交通工具。啊，运来就运到咱北门驛。北门驛呢边仔遮就有一个嘉义制裁所。哦，这个嘉义制裁所，咱陈定波这张图，哦，差不多伫1920年迄阵画木材工厂。哦，啊，陈定波一生画吼，伊做fashion训的。哦，就是讲拢画足现代化。所以咱即摆看到这幅图，就是伊感觉讲，哦，咱嘉义制裁所，当年是嘉义市，足现代化一个工厂，哦，啊，而且呢，伊是一个迄种木材工厂，哦，所以咱看到这吼，伊的元素内底有包含着天车，哦，天车吼，伊遮吼另外一边吼无画着，哦，无画入来，伊就遮锁塔，哦，天车的锁塔。啊，另外一边有围塔，哦，所以2台天车，差不多每一台天车有20公尺宽，哦，啊，20公尺宽，差不多6、7层楼左右，啊，下骹吼都有铁轨路，哦，铁轨路伊会当刷哦，哦，会当东西两边安尼刷哦，啊，2台天车，哦，差不多伊的距离差不多有121公尺，下骹就是3D啦。3D 啊，3D 顶悬就是放山顶运来遮的茶，哦，啊茶拢足大块啊，一定爱用天车，天车人即摆吊车啦，哦，这嘛是美国进口的，啊，对3D 的这迄个杉啊，也是迄个 hinoki 吊起来，吊起来要用去对，咱倒手边遮看到一个3层楼高，迄个就是嘉义制裁所的制裁工厂，哦，伊的工厂制裁的所在伫2楼。哦，啊，咱中央来陈定波画中央这个，就是咱即摆都有伫的哦。哦，这个这拢是迄种孔格力的建筑啦，吼。啊，这个中央这个就是动力室，伊就较早火力发电厂。哦，伊就是发电吼，这个制裁工厂的机械，哦，咧运作咧用的。啊，边仔嘛都有这个烟囱，哦，烟囱差不多是120尺宽，哦，换算差不多咱36公尺宽，啊，这拢铁仔哦，顶悬这拢铁仔吼，啊，即摆当然地动倒去啊啦，吼，买手即摆剩这个砖仔的基座安尼尔，啊，伫烟囱的后壁都有这个建筑物，就是迄个巨穴室，巨穴室就是把咱制裁工厂吼寄落来遮迄个茶壶。哦，运送到这个巨穴室，啊巨穴室来藏，啊藏的时阵呢，当这个火力发电厂动力室需要发电，需要用锅炉爱烧，烧什么？唔烧这个煤炭，哦，伊是烧啥？烧咱嘉义制裁所上济的这个茶，哦茶壶，哦啊所以送来遮。伊的锅炉会当来烧烧的，啊变成是蒸汽，啊蒸汽则带动发电机，哦啊都有提供互咱的迄个制裁工厂的机械使用，哦所以整个就是伊的一个循环，哦一个系统。上尾手咱都有看到，哦这个有2支哦小通气孔的烟囱的所在，就是干燥室，咧看守的一个所在。所以咱规个制裁完成了，上来干燥室。干燥完毕了后，就是透过这个纵贯线铁轨路，送到家人、送到高雄吼，运送出去。老师，这张相片是你拄则讲的迄个3D。对，无唔对吼，这旧相片顶悬伊就足清楚的。伊头前遮就是放hinoki的3D。哦，咱国语公认是叫做竹木瓷啦，啊，咱一般台语拢讲3D。啊，杉仔较早嘛，毋是讲真正是杉仔，杉仔代表就是木材的艺术，所以放伫3D内底吼，遮哦是大部分拢是hinoki，也是便宜较济。啊，伫顶悬吼，遮都有迄个插顶，哦，插顶遮嘛是放一寡迄个对阿里山运落来的。或者是杉仔，啊边仔遮天车吼，所以咱看到这吊钩，这吊钩把遮的迄个茶吊起来，哦啊要放去咧迄个运送带吼，送去制裁工厂，哦咧制裁安尼。
做一个林业上届辉煌的时阵，这个制裁所伊数量有上济到偌济？哦，咱制裁工厂吼，较早算做日本时代有统计过啦。上济的时阵，差不多至少150间以上。150间哦，150间。伫1935年的一个台湾大馆吼，这个资料顶悬是迄个台南新报吼伊编的吼，伫1935年伊就有写着讲，当初咱嘉义市总共的人口差不多7万几人，其中有1/10就是迄个。做咱木材相关的行业，哦，所以迄阵哦，为什么嘉义市即摆人讲是迄个木刀的原因呢？哦，就是讲较早农业人口嘛真济，哦啊，而且就是讲伫咱制裁工厂吼，差不多伫咱较铁基路边啊遮，哦，咱即摆的迄个林森东路，哦，还是文化路，哦，即附近遐哦，制裁工厂。三仔行真侪拢分布伫遮。哦，拢伫铁基路边了，对啊。铁基路边，当然，哦，除了工厂车以外，咱厝民家，哦，伊嘛是真侪是用山顶阿里山运来遮木材起的厝。其实伊是日据时代日本人起的。咱拢知影讲日本人真歹。过来就是讲伊嘛算物资。咱拢会感觉讲吼，一个伊爱管制啦，吼篱笆内是政府的，篱笆外是民间的，所以伫迄个要出入制裁厂的人，其实伊嘛是有管制，就是讲爱是伫内面上班呢，甲我都看到制裁厂的现状啦，吼确实有上班呢，甲知影讲制裁厂伊的运作方式是安怎，咱知影讲拢是内底拢是上先进。上好的制裁机械，嘿，咱若一般伫外口的即款的，这民间处理的，拢总是算讲较计外，因较不爱迄款的迄，总是有迄个一级木，过来就是讲有分等级，咱若去摕时阵，咱拢是摕较计外去了，日本时代的时阵，伊去做的时阵，伊拢是甲好的、水的，甲摕去裁剪送等于日本本国安尼，是对。所以其实因拢好先留喺因家己的就对啊。当然，伊个分级分甲真清楚，嘛分甲真好势，所以咱即卖的制裁厂真济，甲嘛是还佫沿用因较早的技术，甲因互咱的迄款知识，去做即个制裁的动作。所以一般来讲，咱即卖到目前为止，咱若讲交日本线的工厂，吼。拢也阁有法度做日本线的工厂，大部分就是拢照因的制裁技术，因的做法了后教育，咱一般就是制裁厂，就是这个延续来做这款的制裁动作。嘿，对。哦，原来是安尼。也讲到这个制裁这个专业啊，咱就爱小休困一个，确定后一趴呢，就要专工教予咱的头家，甲咱讲到这个制裁过程要安怎做咧，咱先小休困一个，确定继续来讲。这每一地拢比轿车还佫较大地的原木，是要安怎变做咱厝顶的条仔，又佫是安怎变做一块一块插板，互人做家具？这就是制裁业者的工课。较细汉遐，我会记伊拢爱甲我派呢，拢爱派咧做工课呢。就是无法度，因为就是工课都做袂起，哪有时间去骗囡仔？因为迄阵就是咱有迄个木造吼，大家都啊咧建设，拢需求较济。甲日本时代同款，制裁头一步，就是爱用天车将原木刷去大车顶悬。大破是制裁上重要的部分，这需要2个至3个人来合作。要对倒位切头一刀。全拢爱靠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来判断。今年82岁啊，国家毕业吼，无偌久就开始落去做啊啦。无了唔知啦，即卖但是阮即卖咧看是拢看有啊啦，即卖是较
算讲较内行啦。这支茶要撩起来内底，算安怎拢差不多10分，差不多换有7、8分啦。经过大破的原木，就会变做一块一块木材，过来就是烧破，这爱2个人一组，一个扫一个扭，慢慢啊，一块木材就会当变做咱要爱的寸尺啊。扫落来，搁再经过剪角甲牵锁，这就是为原木变做木材所需要的过程。虽然家己的木业已经衰微，不过只要才阁有人在做木材相关的工课，家己木都这个充满历史记忆的名号，就会一直存在，被消失。今日邀请这个头家要来介绍讲这个制菜吼，规个大基茶来到因工厂要安怎做？阮一般来讲吼，即马啦，原木啊，入来甲工厂啊，就有分级，爱甲原木啊顶级分开，因为林场落来，也是讲进口入来，伊拢是整个包裹进来。对。啊，即马咱就爱甲大机细机分开，啊，甲顶级分开，因为迄个价销的落差是差真济。啊，过来是讲，咱过来要入去工厂的时阵啦，吼，就要爱啥物款的顶级，咱较好处理。啊，所以一般若原木啊入来的时阵，有来甲我工厂，我有迄个湿式储存法，就是讲针对尖叶树的部分，甲茶放落去水库内底，吼。啊，过来一个干式储存法，就是因为伊毋免水库啦，啊大部分即款的，就是拢针对快叶树，啊较重的茶，有诶一支茶的时阵要几10吨的，啊所以针对即款茶的时阵，咱若甲落去水库内底，有可能伊会沉水，你后摆你去摕袂出来，啊所以。即个伊的方式就是用干式储存，就是起厝互带到内面，啊，就用天车调来调去。哦，嘿对。啊，即马入来甲工厂的时阵，就变做讲，咱的嘛是共款爱甲茶放好好势，摆好好势，过来就开始裁剪，原木啊开始裁剪。啊，裁剪了后咧，裁剪了后就是甲茶调起哩大开。有人讲大开，嘛有人讲大破。都拢总会使讲，这伫阮聊茶拢听有是 OK。啊，大开大破了后，就开始做分类的动作。啊，分类就变做讲这个茶是大开就一定聊好啊，就直接就捆绑，吼，也是剪长度捆绑。啊，若像讲爱搁经过小洗，吼，啊，就经过小洗，看是1号台聊煮料，2号台聊放皮啊，吼。去做即款的无共的线路就走出去啊！吼啊，厝甲上界尾啊，就是放皮啊、火柴。过来，阮工厂有一个较特殊的部分，因为即马加工原来无介济，啊，咱工厂拢是爱变做用机械化的加工，就是爱帮因抽做即个壁帮，抽笋头，吼啊，是讲像咱迄个阿里山步道，吼。啊，做迄个木栈道，啊是讲起厝的牛，吼，啊因为伊就伤大机，你较早的师傅讲，啊我就用抠刀抠伤恶啊，啊即摆咱就用4面抠啊，啊直接甲放落，啊机械甲抽好，吼，啊去到伊现场的时阵，营造厂也是遐个干班的老师傅，就剩组装的动作尔，伊就省掉，搁去做形体迄个过程。安尼，我要请教头家吼，就是讲今仔日有炸一袋茶吼，一袋茶心你当然是站一站落来啦。啊，当然我看吼，敢若之前迄个积木的组合咧，咱斗斗做一回。安尼一袋茶，恁通常是安怎家己家撩开的啊？其实吼，即款的做法啦吼，毋是标准型啦，就是讲，咱一般来讲好啊。对于足外行的人啊吼，咱爱有一个想办法用上简单的教育的方式去，互伊知影讲，安尼切出来是旋切面，还是正切面，是讲咱要起厝的条啊，是要安怎裁剪，吼，要安怎裁切，咱即支茶就遮大机，要安怎做即款的动作，吼，所以这是一个类似敢若教育。实际上伫工厂去操作的时阵是无照这个工班操作，一般来讲是拢照人客需求的寸步，咱摕上悬的出菜率，这就是制菜技术爱克服的所在。所以咱一般来讲啊，吼，咱就变做讲伫这个制菜的中间，咱要教学生啊，吼，要安怎来了解讲
我撩起来，这个是蘑菇的，蘑菇就是旋切面，吼，就是撩起来时，伊是有花纹的旋切面。马萨就是像这块，伊就是特丝的，特丝的，这是上袂反的。这若一般来讲做焖啊、做汤啊来讲，爱撩安尼，伊较袂反，袂变形。若讲撩蘑菇的，有可能就是会变形，就是就是这款的迄个蘑菇，不过伊花草上水，伊花草上水。咱若像讲日本人，像讲要爱花啊棒，吼，伊就变做如果是这块，伊会足久毛，伊会甲破做两边了后，两地甲做伙，伊就是这边花去夹这边花，起来的时阵就一蕊花，一个真水的。若像讲要做汤焖豆，伊就爱撩马萨。马萨像迄款的。对，所以拢伫咱的制裁的迄个技术内面，爱想办法去克服，做到上好的出菜率，甲摕到上悬的价值，所以就变做讲伫林场买的茶，还是伫国外林场买的茶拢好，咱拢会想办法爱甲保存好势。了后的时阵，伊要制裁厂，摕上悬的出菜率，了后针对人客的需求，做这个制裁的动作，嘿。发挥咱上大的专业。对。拄啊，你讲这个做茶，伊破讲是要抓蘑菇，还是抓马萨，是惊讲伊这一道伊的茶会专还是袂专先？是，对，这是一个重点。嘛算讲，你若茶专去反应的时阵，等于你这菜出来，这块茶就无效啊。所以你爱甲伊要爱要用的。使用率提较上悬，过来就是针对人客要爱的用途，咱爱了解、爱知影，所以针对伊做切割、切割的动作。有一款是了规格品，一款就是量身定做，就是讲你要啥物寸布，我做啥物寸布给你。这款呢就变做讲，当然单价伊会较悬。若像讲了变品材料，就规格化的生产。咱当然咱就是爱甲出菜率提好上悬。若了客制化，当然因为伊拍算，所以单价伊就较悬。是对。做茶吼，就是讲这个制裁当中有真侪眉眉角角，今仔其实头家有找真侪这工具来吼。咱先看后壁，哇，这是大机的记班呐，这头家这通常这是来做啥用的？这吼，这组啊吼，讲起来的时阵是，阮来讲因的年代咯，这组的历史才有80年啊。这个机啊，就是去记元宝啊，就是讲。第一刀，咱一推一拉，一扭一杀，嘿对。较早来讲看古剧的电视，一般来讲有诶拢有夹到这个镜头啦。毋过这个物件要处理的时阵，事实上嘛无遐尼简单啦。嘿，这个物件的时阵，伊就是伫元宝啊去切割用的。嘿，元宝啊像迄个即款三啊箍足大支的，伊就是一扭一杀，一扭一杀，就知影讲当初是做制裁人会艰苦，无像讲即马就电动外油加咧扭一个就结束啊。嘿，较早做茶真正是无遐尼简单。迄个茶外看技术实上就是茶比较细颗一点嘛，所以迄个机啊就是看伊的寸条去做嘛，对吧？是安尼无毋对，毋过伊嘛有针对无共的手种去凹伊无共款的记录。嘿，就你订茶的时阵，伊的记录甲拍茶的记录是无共款，所以伊的记录会无共。伊这组是针对拍茶，就是咱当初是迄个年代啊吼，做茶拢是占一级嘛吼，就伊诺去、美尼去，山顶这款做茶较济，就这组机也是针对拍茶。去做的机啊，样来多定价咧，这其实看起来是较算是较有工的这工课对无？这款的大部分啦吼，像讲这个红的啊吼，这个叫做巴丁漆啦。这巴丁漆啊吼，这是一般来讲，即马是较有用到，是安怎讲？即马较有用到呢？即马就算讲，所有hinoki材料大家拢真珍贵。一寡老厝摕起来材料吼。袂使甲拍算掉的。毋过一顶啊路佫足济，当时要创一支顶啊，要创啥？要创伫倒位，拢真歹去看到。有看的，就是爱用巴丁漆去甲扭起来。了后的时阵，甲记台甲镜切。无你若顶啊伫茶面顶，
啊，咱的鸡大是迄个圆形的吼，啊大大皮的时阵，若去切着顶啊，啊这条鸡大就破消去啊。哦。啊，所以阮鸡大的时阵，这才讲上惊就是惊撩水流茶，啊过来就是解骨料。啊，所以这两款的材料对阮来讲拢是较吃亏的，就是讲啊去撩着，也是讲去做着的时阵，啊无记啊师傅就干叫啊，伊就感觉讲哦啊你拢做这个工课，互伊的工作负担就加足重的。啊，所以变做讲吼，拔顶器即马是较有用。这个是插甲刀，吼，这插甲，就是讲咱若像讲要插空、要拍笋，吼，啊就是讲咱木结骨啊，吼，要烧接，吼，咱若一般伫北美的时阵啦，吼，因拢是用焦荷梁，吼，咱像讲因若即马去起一个棒球场啦，因听讲做甲几百公尺的焦荷梁，咱这边遮无共款，咱这边遮是拢用笋接。拍笋的，拍笋对，拍笋甲接起来，要插笋要做迄个动作，就是拢用这。啊，伊的工具毋是安尼啦，就是讲咱现场早来，就是讲较基本款的。对。嘿，啊，有一寡针对伊的动作啊吼，去做无共款的迄个计时头。嘿，对，拢会无共款。因为我最后请教头一个问题，就是讲吼，边仔这应该是甲这茶要甲伊拍好较油的嘛？那通常是为什么爱甲茶拍甲较油啊？咱一般咱制裁好了后，就是所谓毛料。毛配料的时阵做起来的时阵，就像即块安尼，摆摆，无水，无水。吼，啊，咱会经过烤光的动作，会经过烤光的动作，甲伊交倒定哦。好，过来就是讲，互伊平交，啊，互伊的迄个啥，迄个纹路的时阵啦，吼，互伊较平整，吼，茶底会较平整。啊了后上尾部，甲用刷纸做丝仔的动作，甲丝仔甲泡金了后，看你是要推油，吼，啊也是讲油擦，互伊的木理纹理走出来。啊，咱即马吼去做刷光的动作，就有淡薄仔去享受的动作是安怎？咱今仔日摕来拢总是一级木有芳开的茶。哦。啊，有芳开的茶。这支茶拢是一个生命体，哦，咱就是嘛是延续的生命啊，伊伫山顶嘛是一个生命啊，咱甲摕落来的时阵，咱嘛是伊伫山顶大100吨，咱要甲用，咱嘛要搁甲用100吨，啊，所以但伫这个抹刷的过程中，有诶讲三马虎啊垃圾，伫阮工厂就三马虎垃圾，啊，毋过伫现场的时阵，就因为放这个茶，咱就小可闻到淡薄仔香味。嘿，啊，这个感觉讲起来是应该是比香水较好啦。吼，啊，咱若去磨的动作，就有感受到讲，哦，檜榔气的味是安尼，美尼气的味是安尼，萧兰的味是安尼，这拢是一款清芳的味，不会讨厌的味道。啊，有人讲啊，带到恁这菜厂袂歹啊，逐工拢听过闻到这款的味。啊，毋过实际上去劳动的时阵、流汗的时阵吼，就袂感觉讲，这个是快乐的动作。啊，毋过若有桥倒来对阮工厂边过吼，有会拢会特别停落来，哦，享受迄个分多精。要面对到这个传统产业，面对到这个工业化时代了后呢，即卖科技是愈来愈转变，会当对真侪人来讲呢，伊是种转变，也是种负担。究竟在家己在地这个所在，这个木材呢，家己是一个木刀，这个工厂是要安怎转型呢？但是要休困一下，较定继续来讲。来，这就是咱磨好的茶，金骨刀啊，甲迄个气味拢走出来啊。真无共款。有呢，哦，迄味较高，对，味较高，会香味。像大家郭老师讲到，咱其实
日本时代时阵，这台上有上百间，也安尼其实即马家己市港收水其实是剩无几间，啊，搁像你啊，搁伫遐坚持啦。啊，总是讲吼，迄个传统产业，咱拢讲面对着一个时代潮流，真侪人拢讲想要来做一个转型的形态。也安尼，恁工厂面对着这时代的风流，恁敢有做一寡改变？阮上大的优点，就是伫家己来讲，阮就是手种做真侪项。阮对台湾茶，吼，甲日本茶，吼，啊来甲东南亚，就是马来西亚的茶、非洲茶，过来就是迄个美国茶，阮拢有涉猎入来。啊，所以阮就变做讲有一个真大的畜牧场。藏茶的场所，啊，为着这个藏茶的场所的时阵呐，吼，变做讲了有起落的工具，啊，所以就因为北米茶迄个伊是拍茶一大部分伊要放到水内面去保存，啊，伫国外的时阵伊嘛无离水，伊就是伫伊的林场炒了后，它就一个大包裹，就是甲困起来，啊，困起来的时阵，毋是咱想象中的少。伊一个包裹就是敢若有可能是咱细只船啊，遐尼大的包裹，一捆就是有100米、200米的物件。啊，伊就是甲放伫伊的内海去保存。啊，即马等甲如果要出口的时间点的时阵，伊甲关起来伊的迄个船顶，了后甲再去各世界。即个怪手伊的特点吼，伊就是伫美国内面啦吼，伊炒茶其实拢是用即款的怪手。伫冰天雪地，伊嘛是安尼入去做，便当早咧嘛入去做，伊毋免讲像人讲讲举机啊啦，还是讲用安尼入去做，干到要死，啊无法度出力。因对即款茶，因就是拢用即款的机械入去动作。啊，伊甲伊的头前换做是炒茶机械，伊就是甲茶叶的机仔记长，因倒了后手机拿掉，真长要爱长度，电脑入去车顶就解决。啊，因为咱是要做分级的动作，过来就是讲要起落过，所以阮是买机材机，就是叶茶的机材机。这只机械，阮含阮太太去的时阵，然后阮拢总去看5只机械，5只这款车，了后会买这只转来。其实伊还搁伫美国的林场去做工课，吼，去看到讲哦，啊人伊确实林场去炒茶的规模，毋是咱这款小型的迄款炒茶。林场讲啊，就因为长度啦、伤短啦，就歪袂出来，还是讲迄个做摕袂出来，因比较大气，所以因去做的工课嘛拢较大，所以因就啥物拢大，怪手嘛大，机械嘛大，车嘛大，所以因摕出来就是拢长的。啊，咱遮迄个工法和美式的工法无啥共款。美式的工法就是讲啊，我著甲伊破做细块，毋过我搁去甲组合搅和了后，伊就变做一个娘，就变做伊会做甲几百米长的，拢总会无接，啊会有接，啊伊就挺好有迄个强度就对。啊，毋过咱台式的做法，咱就无安尼做，咱就是讲啊，咱用咱的老前辈的功夫，拢是做榫接，吼啊来甲伊的长度延伸，吼啊，所以咱起来咱就拢无用半支钉啊，古早厝去起的时阵拢无用半支钉啊，嘛是同款挺好甲一间旧厝，吼起起来收甲好势，啊，所以这台车就是我和阮太太去买转来，啊有可能这台嘛是全台湾唯一的一台。是，头家你话都讲到迄个台湾的迄个耳脑器面，你其实是袂当搁再去甲找来吼。啊，其实市面上还有真侪迄款讲什么快木桶啦，还是讲像我家己做迄新名遐有诶无诶遐，伊拢讲是台快吼。呀，即个台湾的迄个快木哦、香鹅这部分啊，即马敢真正抑搁有啊？确实是有啦吼，因为咱像讲家己制裁厂真侪即个老前辈吼，啊，佫有去经营遮个制裁工厂来讲，伊其实去做即个物件，伊拢欠啊做，足珍惜去做，吼啊，所以伫阮家己的制裁厂内底，其实拢抑佫有一寡真珍贵的手种。你像阮家己有一个爱木村，吼，伊内底伊就抑佫有库存真侪，等于讲。迄个耳脑器、迷你器，吼，啊是讲小蓝这类的茶，伊嘛拢还有库存。
啊，过来就是讲，咱的林管处这几年的林业政策有去改变，所以伊嘛变做讲，伊豆豆啊，拢原来有去配合政策底下迄个风标，吼，啊，伊嘛有去推广咱的竹林茶，啊，毋过伊嘛有加一寡像讲，哦，风台的倒去的迄个水流茶啦，吼，啊，也是讲伫山顶豆腐的迄款茶，吼。放到山顶倒掉的无菜，也是讲尤其供应啊去摕出来即款，伊嘛拢有放标，互民间去使用。啊，所以伫即个摕到的应该是合法的，就是讲咱即马伊政府吼管理处者也好啦，吼局域也好啦，吼，伊拢有推行迄个标章证号，吼。啊，迄个溯源系统，吼啊，所以恁若像讲去摕的时阵啊，吼，你拢会去查讲哦 ，TAP 吼 QR code， 啊，一扫的时阵就知影讲啊，这间是金无做的，这间是爱木村做的，这间是某一间工厂做，啊，佮溯源起嚟的时阵，哦，啊，这是家己厝的，吼，这是劳动厝的，吼，啊是讲对一个林管处出的茶，所以林管处伫迄个。遮会带领之下的时阵啦，吼，我感觉讲咱互伊的帮助嘛袂少啦。啊，大家业者就变做共同来杀即地，啊，杀即地看会当讲吼，甲咱的碳足迹原来甲减少。其实咱即摆嘉义市，拢讲木刀，啊，其实无论是市政府还是民间吼咧，都咧继续咧推动啦。啊，甚至就是讲即摆已经。进入到木刀2.0，哦，这个阶段就是讲，每一个阶段差不多50档的时间，哦，咱即摆是进入到另外一个50档，啊，另外一个50档就是讲，咱唔是当下讲较早有遐个茶，较早有遐个厝，哦，以外，咱即摆要安怎来保存，哦，要安怎保存这个技术。这迄个老厝，哦，甚至就是讲未来要安怎创新，哦，甚至就是讲即摆民间也是大学者吼，拢有咧提出木都振兴哦，这个自治条例，哦来讲，足济咱也得要起木造的厝，讲起来找无师傅呢，你真正要找吼，无一定找有较理想的哦，较优秀的这个师傅。啊，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制定一个条例哦，或者买手吼会后进者的迄个师傅，会当愿意的继续来做遮吼，算做较早的木刀，进前遮的老师因咧做的工课，哦，所以讲坦白来讲，咱袂当都一直咧讲较早吼木刀安怎吼偌好啊，即摆较早日本时代吼咱。家己遮是足车硬的，毋过迄是拢过去的代志。即摆看起来是足重要的是讲，以后要安怎互咱即个木刀会当得延续落去。那延续落就毋是当下讲较早的历史偌厉害安尼尔，是真正爱实际像搭拄啊吼，黄老板因讲的讲要安怎改进，哦啊。这个茶互这个师傅会当愿意来用，也是讲这个制菜厂伊料的茶是会当符合哦，咱要起这个新的厝来使用，所以我会感觉讲，足侪国家即摆哦，不论是迄个伫迄个美国也好，还是迄个加拿大、日本，还是欧洲，真侪拢有用木材、木做的起起来，这较关键哦，这个老仔厝。哦，啊，其实讲起来，咱即摆台湾，有规定啦，上悬用木造起起来，遮个厝上悬差不多13公尺，差不多4层楼安尼。哦，啊，当然就是讲有足侪人爱感觉讲，这木材起的厝呾会稳。哦，啊，毋过来讲，咱来想着讲，咱遮个木材起的厝是即摆未来一个趋势。哦，那。足侪就是讲，伊会当袂造成这环保的问题。无咱即摆讲起来，足侪空国力起的厝，哦，你啊100年后，咱这子孙仔是要安怎？哦，你爱拆掉，就是有这迄个污染嘛。啊，毋过你啊用茶器，共款嘛会当100档，甚至都愈久。
哦，你也好好来保存，用即摆工法拢会当。哦啊，所以咱即摆要去，应该是爱往新的一个观念哦去行。那咱即摆用环保这的材料，以后唔是达污染，吼，留给子孙啊，是替子孙啊咧找出路。人讲，不管是时代或者是时势做英雄，伫家己这个所在边有阿里山，也日本人来到这个所在，将咱台湾的珍贵木材献出来，给世界人看。连世界真侪人，即马拢要来到咱家己参观，而且呢，有在地人伫咧啊拍拼，伫咧坚持，互咱的在地文化会当继续传下落去。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咱继续来听咱这个土地。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咱的头家来到现场，甲咱分享遐尼济，非常多谢。谢谢谢谢。讲到咱的家己边有一个阿里山，家己这个所在，甲别人确实是无共款。那阵来到这个所在，看见讲家己这个所在是用茶贴出来，确实直接是无限慢。邀请来观众朋友来到家己这个所在，慢慢看，看到在地文化灿烂。也邀请来观众朋友后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咱再会。非常多谢老师，感谢，谢谢。